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8。以赛亞書53章4節安尼講：伊實在擔當咱的憂悶，背咱的苦痛，總是咱掠做伊受責罰，互上帝拍，閣受苦楚。三天來祈禱，找耶穌為阮擔當憂悶，背阮的苦痛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的名應該受尊重。主啊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你用至大無比的疼，予至微細、小可，閣有罪的阮，通得到赦罪恩典甲救贖，予阮有甲你重新和好的關係。主啊，這是阮永無法度報答的。主啊，阮常常遠離你，袂記得你所賜的救贖恩典。若是你顯明對阮的疼痛，就是佇阮猶閣做罪人的時，你就用基督替阮死。主啊，耶穌實在擔當阮的憂悶，背阮的苦痛，總是阮掠做伊受責罰，是予你拍，閣受苦楚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